台电协和电厂第4天然气接收站第6届环评措施早起伫环境部来进行审查。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身到场，表示反对的立场。基隆大部分里长是拢真支持。台电是强调讲，起4接对减少污染甲减碳有帮助。我们希望环评委员可以本着专业、跟环境保护、产业发展，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基隆市民的一个权益，来好好的审查。那我们以4部这个燃油救机组换成2部燃气机组以后呢，我们的空污减量达到96%，那么碳排呢也可以达到52%的减量。因此，协和更新改建确实对减污跟减碳有正面的效益。因为登记要发言的民众上侪咯，环境部本地是拍算讲要限制人数，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批评讲部长张克讲要扩大参与，落尾是协调42个民众会当入场去表达意见。